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高雄口头同创艺术村杜方有一座泡沫嘅一头摆嘅口头招待所，并嘅韩国久嘅。2008年，中央同地方政府无爱经营艺术村过后，民间自家开公司同推通票，自家来修整。伊能对一只空间嘅想象是唔单枪掌握嘅天天咯。2010年，伊能成立嘅新台湾裱花队。去泡沫嘅一个事情，本单都系一场艺术行动，有60位艺术家参加，里面还有个世卫创作计划。3年来，伊能许多嘅台湾北中南东、日本商业业体同嘅在期，意大利也都提起创作，含智能艺村去参加北港洋马祖酿，用土地同环境做基础，累积台湾在地嘅艺术能量，而做到艺术同共享嘅对话。自泡的哔哩吧啦，喺园林北港奈里塘喺度，为初到做马祖养生。当年4月咧，北港米家米夫陆昌做好事按闹热，新土对全台各地都来，各招庙世界艺村也来听闹热。不过有一张艺村是非常点睛，无靠罗大鼓，大家看嚟去唔惯，伊能点睛嘅弄事诶。里面一群后生的家人开始摆村打拳，一群后生的做体验头路来到北港的，利用下课时间学北港在地的传统拳术是破拳，就是打听的啦，打听这里到底有没有传统的故事啊，然后就听到有一个我们的师傅叫李如如，他对北港有特殊的。他有画一本绘本，是关于北港的故事，对，所以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觉得，他对当地传统呢是有一些想法的，跟我们是很吻合的，所以我们去跟他学习。北港认真去实行学府，恁白人讲拳头佛，一群后生的所学嘅是破拳，都系同在地有名嘅老土师学嘅。这次是第一拜学武术。难是要蹲马步，要腿动很累，对，就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手啊很酸啊，平常也没有在运通，所以这次的活动就是让自己筋骨很舒畅、很舒服。其实一群学生嘅来到北港，唔单唱系学拳术，系睇北港马祖娘出巡以前。听起口头同创艺术村嘅泡沫嘅，2010年高雄口头同创都可以做艺术家驻村计划，有艺术家都提出的裱花实体创作嘅想法，也得到60人嘅艺术家嘅响应，还成立新台湾裱花队。从过去到现在呢，刚刚台湾人的视觉的是从那个手工的到电脑的。哦，你嘛唔相信？你较早的迄个电脑看，迄个手工看板就是用手写的字嘛，啊，画也都是用手工画的嘛，很多师傅画出来的。啊，但是从电脑开放之后，就是你看到的东西电脑白板啦，所以人对于那个手工的感觉越来越疏离。要不然我们来就走出画室，然后去画墙壁也好，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创作的语言呢，可以留在墙壁上。艺术在我们教育里面，感觉艺术也离我们很遥远，所以我们都跟真实的生活里面脱节这样。所以我们要创作一个环境里面，就是说大家一起他们集体创作，找一个很纯粹的创作的动能，但是这要需要一群人。大家才会互相影响，那是开放式的。那跟你一般的艺术家在画室里面做你自己的专业的那种想象，其实是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新台湾裱花队唔系直接睇裱方画图，系搭配一栋差唔多15平嘅书屋嘅。艺术家睇大块搭配泡布嘅书饼嘅方画图，高雕做书屋嘅一壁团幅档，规措书屋地背那背如系画作。你会觉得它又跟好像我们一般在所谓那个我们叫做白盒子，可能北美馆、国美馆这样子一个很正式的展览场地里头的作品，你又会觉得有不一样。对，
就是它好像就是又更亲近一点，对。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真的是一个很当代，而且是深耕在台湾各个土地的创作。现正系实体创作，无设定主题，到3日如此的自由发挥。无强用视推、无强用身体嘅艺术家，在2礼拜内生发创作路腔下，也给通出无强用嘅创意。因为你会看到旁边很多不一样派别的人，他也在画图。那其实某部分有一点竞合的关系。那比如说中老年人可能会教小朋友，小朋友新的想法会影响年纪比较大的，所以它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组合。墙壁封完，然后就在那里大概12天左右吧，就每天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然后艺术家跟艺术家之间也更亲密了，然后就在那里共同创作。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不过艺术家相互交流，撒社会接取民众嘅机会。为初到理解韩国岛对台湾嘅思考同创作，新台湾裱花队也开始嘅轨道赛位创作嘅计划，同泡沫嘅拆下来，拆到台湾北中南东行业社区同居民相处，同一道体会我家睇表下嘅韩嘅木沙嘅表方，將撞新皮綠色軌道故鄉內埔路街來創作表法。唔一睇現場北啊，因為有咧帶通咧。因為會講也用北啊也墨嘅國旗咩哦，會見同人哋播啦，講啊，依就有國旗咩墨嘅事情一定哦，可能值得幫你睇啊。阮蓋白屋計劃來講，就是為咱的厝嘛，啊，其實有啲一般的莊卡，就講白樹社區啊、內埔社區，然後都是真的去畫他們的牆壁。啊，那些牆壁就是我们都要去先沟通，比如说，这间厝无人在住啊，看起来安尼阴天，啊，没有亮丽的色彩，那我们就把我们过去画过的东西给他们看。也驗證喺多社區地位創作，無個具體化石地位，藝術家嘅靈感也有會轉變，創作出亦能看到嘅台灣。依家體重也如講，互通啦。腦部嘅互通可能會過多，哦，啊只互通如講，安尼喺體學藝術家如冇有一個兒童設計嘅東西嘛，先標咧，是唔得太有演嘅太有注重，哦，是可能兒童標控過好，我設計標控安尼啊，啊個強下嚟一個來創作啊！你到一個地方，會有一個地方會產生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東西出來。你今天到鄉下去，然後看到那個阿伯很可愛，然後跟他們聊天，很有趣。他們聊的東西或許會進入我們的畫面。對，當然一個是在室內，一個是在室外。所以我覺得藝術家或者說人其實都有那一個方面。其中藝術隊嘅成員，咪係橋頭糖廠藝術村嘅村長陳勝雄，而係北港人。當然，如果有藝術家歸也落戶，是盼着慶祝馬祖養生。為上述新台灣裱花隊賽位創作嘅精神，也開始有藝術家去到北港創作，只能二次去陽街。那我們就決定用一個藝術陣頭來參與馬祖的繞境站。那還好有經過北港朝天宮的正式認可，所以就是正式的接納為一個藝術的陣頭。這也是朝天宮往年來呢，它就突破了一些傳統的一些思維，這也是說開放新生代給新的年輕人有參與的機會。3年來馬祖出巡的前1年，藝術家都會來到北港，拿起畫筆開始創作。今年許多畫家冇約好沙魯畫嘅為台灣祈福嘅作品。就是我們的藝術活動，或是我們的政治社會好了，就是說有某些教條，把這個東西都抽離生活。今天太陽花學院，我自然有受到這個社會的餘波的蕩漾，我怎麼會沒有感觸呢？所以我腦海裡面是這個東西，我就畫這個東西，這才是比較真實的。詢問春查過4葉泡沫嘅點樣嚟畫作，藝術家談論其他沒有事嘅藝術喺北港陽街。今年參加的人過少，參加隊伍看起來如果冷縮。
不过往年艺术家唔讲画作可能会损坏些，送人一步步的作品上街路，本自抛为崩。炸的一塌糊涂啊！我们北港还是最热情的，只要你要让我们炸，我们绝对不会给你失礼啊！你只要让我们炸，我们绝对不会失礼，怕你不给我们炸。参加马祖出巡的团队，总能丰富的昵称也特别受到注意。其实新台湾裱花队的昵称也有一对日本人参加，伊是前神户市出彩区的区長水水銀士。みんながね、それぞれ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まずと一緒に歩いてるというそういう姿がですね、非常に楽しかった、面白かった。私たちもまずと一緒にこれからいろんなところに行って交流深めたいと思います。水水銀士為特別來到北港參加馬祖國鄉團，最主要嘅原因係伊喺2012、2013年同新台灣裱花隊聽晒到日本創作期間，受到馬祖文化嘅感染，想要親身來到台灣體驗。2012年一天，9位新台灣裱花隊嘅藝術家受邀請去到日本東北311大體堂嘅祭旗實驗室，同日本當地學生嘅喺壁上實體創作，評論聲音嘅對視覺嘅畫圖，還為主校物加調美色彩。其实我们在那个过程中也透过，譬如说带着小朋友做石头彩绘，对，就是配合他们的活动去做进行。那居民也会好奇，就会开始来看啊，就说：“你们这边在做什么？”我哋去接是都陪伴呐，陪伴呐，陪伴人哋啊，是说我哋唔係做某个事情，但是有的地方是在过于海啸以後有冇過於消失，是在按不到，有時看下會講啦。2013年4月的新台灣裱花隊還同幾個炮火嘅帶到日本實驗太水神戶也到地區，同當地藝術家共下創作，都從一年嘅傳統到炮火嘅儀式，未前明日本嘅後生嘅共下完成。蓋房子的部分，我們就在那邊召集了一些大學生的志工，是日本的大學生的志工，一起把這個一根一根的桁架去立起來。像這個骨架，它是5摞嘛，這個每一摞組好之後，都必須要至少10個人才有辦法一起把它拉起來，它是用繩子拉起來的。實驗係漫畫假面騎士嘅故鄉，故所新台灣裱花隊再度也創作嘅係假面也變做藝術家創作嘅其中一張元素。岩蟲計劃他們其實就用假面超人這樣一個具象來做 ending， 那其實再搭配我們的門神來看，其實就很像是假面超人持續守護着石卷這個城市。屏東內湖嘅藝術家係用實驗吳剛做背景，畫嘅馬祖娘神像來數古311嘅祭面。馬祖都希望講對呢一個地方有啲希望睇入邊嘅。我希望講伊係是擺有日本嘅味道，日本嘅味道，我希望講把一個馬祖用日本嘅味道，因為馬祖對我嚟講係是講海上的一個守護神吧。我希望講把一個是擺有日本味道嘅邊嘅，伊講可能因為有啲偏見嘅感覺咧。台湾のビーフワ島へですね、東北の被災地に行ってもらいました。それで、大変な大きなね被害を受けたところですけども、皆さん心にすごく傷を負ってるんだけども、その人たちと一緒になって絵を描くとか創作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ですね、一つは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一つの希望が出てきたと。で、希望の一つに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と、もう一つはですね、みんなが知り合いになっていたと。知らなかった人たち、お互い被災をした人たちがですね、国を越えて友達になり合ったと、そういうことがすごく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日本在危機化結束。回到北港去炮火嘅搭車馬祖娘過後，炮火嘅會轉型做台灣田野學校嘅空間，用駐點1年嘅方式來詳述台灣文化。
这些在地的，不管是精神，或者是在地的文化传承，或者是技术上的传承，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可以来间接的传导给学生们，那让这个传统的技艺可以在这样子的引导之下继续延伸下去。新台湾壁花队整都近3年，国内外参加嘅艺术家已經會300幾個。除了睇台灣北中南東、韓國、日本、意大利、希帕沃嘅細微創作以外，還參與到沙期屯往里往壁嘅老屋，畫上嘅屬於彩體嘅畫作，每屯台灣文化嘅養分，轉換做韓國泰嘅藝術能量。